收听11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6章，天国有意见，甘苦中的美事。你相信许多时候虽然苦，可是你正在做一件美好的事，而且若是因着这件事的美好而受苦，你还反倒会感受到满足跟开心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不是很自在、不舒服的过程。然而也因着有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发现在人生的甘苦中，在天国国度的甘苦中，其实我们的上帝是要成就美好事在你我的身上呢？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RPG 祷告的经文就已经告诉我们26章42节，第二次耶稣再去祷告说，父亲啊，若是这苦杯不可离开我，一定要我喝下，愿你的旨意成全吧。耶稣早就知道他来到世上，他要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在26章的一开始，耶稣就对门徒说，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早就知道，然而26章却是一连串的过程，从知道到经历，从发现到这个完全的去经历这个被卖的事实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即使连耶稣，其实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如果门徒跟随耶稣，会学到什么？有什么样在那个苦难中的美好的话，我想有一个美好是我们一开始就学到的，就是我们知道，在跟随真理，在活出天国价值的时候，是会有那个与世上不一样的所产生的冲突、张力，甚至是苦难。耶稣自己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被最接近的这些最跟他最有关系的这个12门徒中的犹大来出卖。而在这出卖的过程里面呢，到一个程度，是当耶稣他即将要被抓的时候，他其实是心里是软弱的，他其实心里是觉得忧伤的。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也会有忧伤的时候，不是永远都觉得自己刚强壮胆，好像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有软弱。然而在这个软弱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甘苦中的美事，是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祷告的权柄。耶稣觉得很忧伤，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在被抓被捕之前，他祷告。他祷告不是他自己祷告，他邀请跟随他的门徒跟他一起祷告。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他说，你们在这里跟我一起警醒吧。连耶稣其实都需要警醒，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觉得心里真甘苦的代志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来祷告呢？承认自己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承认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走这一个天国的道路，要走这个天国的法则的时候，真的会遇到自己卡关，或觉得心里真苦啊。然而1次、2次、3次，耶稣为此祷告了3次。他来到天父的面前，他相信天父的旨意是美好的。如同今天的经文，一连串的经文，26章的经文有75节这么多。然而在这整段的经文里面，如果用人来看的话，可能真正的美好事就是那一开始
那个女人带了一只玉瓶，然后里面呢盛满了这个珍贵的香膏，她要用这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而这样的事情其实对当时来说，他们会觉得怎么这么浪费，这个油膏可以在这样的时间点还可以拿去周济穷人，怎么就这样膏了耶稣，整瓶油膏就用完了。然而耶稣要他们知道，他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他在为耶稣即将要为我们死钉十字架做准备。然后接下来的经文一连串，我们就看到耶稣不断的在那个吃饭的晚餐里面，不只是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还不断的明示暗示那个要卖他的人。所以犹大其实很知道，耶稣知道他是那个要卖耶稣的人。然而当耶稣这样明示暗示的时候，为的是要挽回他的心。我们看见在这条路上，这位门徒他仍然心硬，他仍然定义要出卖耶稣。看来好像跟随耶稣，好像在信仰的旅程里面，真实的就是会面对背叛，会面对你关心的一些人，或者是你带领的一些人，他就是不愿意跟你一起，甚至他用他自己的眼光来定义你。我想耶稣所经历的，许多人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然而就在这一连串从第17节开始，26节、31节，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见耶稣在那里与他们共享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第二个画面是他们在喝逾越节的晚餐，却没有完成逾越节要喝完的那些酒。其实会在逾越节喝4杯酒，然而第4杯没有喝，为什么？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那一刻，救恩才完成。他用他自己成为了那个杯，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圣餐喝那个葡萄汁，或者是喝那个杯的时候，它象征耶稣的血。因为当耶稣的血为我们流的时候，这个逾越节，这个为万民，每一个人，每一个种族，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他为你完成了这个救恩。然而此时此刻是一个未完成事，甚至耶稣还预言接下来会有人不认他，就是他的门徒。他不但被卖，甚至原来说一定会认他的，在最后也没有认他。然后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还要面对真的被捕的时候，这12的使徒呢，还其中有人拿出刀，想要用暴力去回应。可是耶稣不用，耶稣不要我们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若是上帝的允许，那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心里一定有一个笃定，因为他早就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带来的是让人经历平安，而不是要让人针锋相对，更不是要让人用言语各样的方式彼此恶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让我们心里甘苦的事情，经甘苦的代志的时候，其实不是要我们以恶言抱怨或者是论断的方式彼此相待，反倒是要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或许就像耶稣1次、2次、3次，可能我们需要更多次。然而在这其中，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章看来是一件恶事、坏事，人心的黑暗、堕落，甚至软弱都一一的呈现，很真实的在我们面前，好像就在讲每一个人可能会有那样的一个时候。然而耶稣他为我们成为那个救恩，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发生的。耶稣让我们的生命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就像我们的标题说的，天国有意见。那是一个
从天国的意象当中看见现在的视野。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被卖的时候，我们心里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在成就一件更美好的事，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那个献上一次而且永远的祭，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各样的辖制，释放我们在寻求真理中得着自由。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最后，当彼得他想起来耶稣曾对他说的话，他就痛哭，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被呼召成为门徒，并不是他能够跟随耶稣，而是耶稣定义要他来跟随。耶稣很认识彼得，也认识你跟我。在今天的迦南之声当中，我们要来默想八福里面说，为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耶稣被卖，在今天的经文中给予我们什么美好的发现？世界牧师的发现是，我发现连耶稣都会软弱，然而他透过与上帝天父上帝的连结，使他的心愿意来跟随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他要完成他来到世上的使命。而你跟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有什么从天父上帝来的美好的心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映照我们真实的生命，甚至我们所处的环境。主，我们真的要说，我们并不公义，然而我们面对这不公义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如何活出那公义。是耶稣，你为我们在那不公义的破口中成为那个代罪羔羊，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献上自己而能够恢复在上帝那公义里面与主合一的关系。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各样的事上面寻求你的心意，因为你定义是要让我们活出美好，而这美好是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就带领我们在这过程中要来认识的。或许是透过我们在每一件事上，不管好事坏事上的回应，或是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创造美好的环境，分享美好的福音给你的儿女来认识。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今天的经文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先愿意使我们的心被激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